这是什么记号？可以在频道的这个社群贴文贴上去以后，然后超连结，超连结会有这个按右上角频道的标章。你看左上角那个就是奇特的水果了。你看长得像那个什么人类身体的部位的，也有的像男人的，也有像女人的。你看，进入这频道贴文，社群频道的社群贴文哦，有关键字前面加井字号啊，然后分享发布以后有超连结啊。你看哦，有关系的影片就这么多了。你看，47万部影片，13万个频道了，都是